诸位，我有件事想要告诉大家。我们从大一相识到现在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每一件都不容易。毕竟没有人相信，咱们一群大学生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。事实也是这样，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我们已经没有钱了。 甚至连瑞腾的赔偿金都没有办法再继续支付了。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，我们还有一丝曙光，但我不想拿这种话诓大家。蒋章涵，从今天开始，公司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给大家支付工资了。嗨，郑哥，你想吓死我们啊？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不就发不出工资吗？我们又不是靠工资活着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所以我做了个决定，大家就地解散。我想知道。 是谁触动了你放弃的那根弦？张怀武吗？但是我觉得你一点也不了解张怀武。我还能不了解张怀武吗？我为他网吧开了1年的机，他泡面加几个蛋几根肠我都知道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他告诉我。 他爸骂他，就算资质差，也不要自暴自弃，跟一个同学搞什么狗屁创业。是这么跟你说的？那他爸对我说的还算婉转。那你想知道张怀武是怎么说的吗？夏姐，自知之明和自暴自弃就是一线之隔。 我深知我张怀武不是很聪明，但我知道，我是一个普通人。我妄想着大展宏图，而大展宏图只有跟着郑哥。郑哥是我改变方向的希望之光。我真的觉得我可以，所以我要反抗我爹。我要证明给他看，我的选择是对的。蒋总，这个公司。 它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，它就是大家所有人的心血。就算是失败，也是大家一起失败，一起去承担，做一个选择。你一言不发，就替大家做好了所有的选择，很不公平的。说这么多。 渴了没有？又渴又饿，但是，我还是想再加会儿吧。好，那我陪你。我陪你，我也找回资料，明天我就去拉投资。稳住。 我们一定会赢，我相信你。好吧，工作吧。